每年的4、5月份是台南往来主要的产季。为了行销台南好食的往来，市长黄伟哲嘛特别上电视的购物台推荐台南关庙台龙17号的金站往来。最优质的我们的台南关庙凤梨，所以说我们过去经过这样的这几年来介绍，经过东森农场的介绍，所以其实订到我们要先告我们说明，所以台南卖得好，很多地方都卖得好，不仅是台湾卖得好。国外也卖得好，所以在日本啊、韩国啦，那近几年来在新加坡甚至其他的国家，你想想看，新加坡是东南亚的国家，所以说他们离这个旁边的马来西亚、印尼、菲律宾都很多热带水果，结果台湾的凤梨，尤其是台南的凤梨，居然可以卖到新加坡，很多新加坡的市民朋友很喜欢，就知道我们凤梨多厉害。台南关庙的往来，因为日照充足，加上排水良好的山坡地。为往来提供真好的生长环境，关庙往来不但品质好，而且阁行销到日本、新加坡等。伫个现场的直播活动，还阁邀请关庙保东国小的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参与。每一位穿着可爱的往来装，佮着主持人来互动，为活动增添了袂少的趣味。准备开始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保东往来。这里是保东村，我的家乡。这里有好多好大的凤梨田，小凤梨在阳光下长大，一闪一闪会发光。就伫小朋友的表演，甲着朗诵往来相关的诗词，伫短短无到40分钟，4000公斤的往来，真紧就被销售一空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